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样邀请我们大家跟着同学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叫做《我要向高山举目》。哇，谢谢雅欣同学，还有他的家人帮忙，一起带我们来做这一周的敬拜。那我们今天一样一起来看圣经的故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，雅茹传道还有雅婷老师这几周都在跟大家说什么故事呢？我们这几周都在说圣经人物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亚当、夏娃、亚伯拉罕，还有挪亚。今天要来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咯。那一样，雅茹传道先邀请大家来听一段绘本，让大家猜猜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。我好讨厌承认这一点，但有的时候我的确不是个好家伙。我爸爸以撒以下年老体衰，上存一席的时候，他想要将全部的财产给我双胞胎哥哥以扫，并让他掌管所有的事情。以扫比我早一点出生，所以长子祝福要归给他，但妈妈和我密谋要偷他的祝福。那天爸爸要以扫去打猎，并做成他最爱吃的餐点。我趁着哥哥出去的时候，溜进爸爸的帐篷里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，你确定你是以扫？以撒问。是啊，爸爸，我撒了谎。让我摸摸你的手臂。他说，因为以扫的手臂有很多毛，我已经先在手臂上铺上羊毛来欺骗爸爸。你的手臂上有很多毛，就像以扫一样。爸爸说，是的，爸爸，
我说：“让我闻闻你。”他说，所以我就往前靠近他。你闻起来就像在野外待过，一定就是以扫。以撒说，所以爸爸就为我祝福了。他过世之后，我就可以得到他全部的财产。家里的每一个人也要都听我的。在我离开帐篷后没多久，以扫就带着他做的特别餐点走了进来，并向爸爸要他的祝福，但早就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哥哥了。以扫非常生气，在那之后，他就恨我说谎、欺骗、偷了原本应该属于他所有的东西，他气到想杀我。妈妈把我送去舅舅那边生活，我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在那边结婚生子，还有拥有很多动物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哥哥。我想要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，我决定要做对的事情，即使这意味以扫可能会报复我。我先送了很多礼物给哥哥，数十只的山羊、绵羊、驴子、牛和骆驼。我希望这些礼物可以让他友善一点。结果后来发现我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。以扫到达的时候，他带着400个男人跟着，我以为我死定了。但以扫看到我的时候，他跑过来一把将我抱住，在那一刻他就已经原谅我，不配得他的原谅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爱我，而且我们2个真是快乐的不得了。好，大家猜到刚刚说故事的这个主角是谁了吗？他的名字叫做雅各。雅各是谁呢？他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亚伯拉罕他的孙子哦。那这个雅各呢，我们刚刚听到他在跟哥哥争家产，对不对？那他不只是长大的时候才那么喜欢跟别人竞争哦。圣经说他甚至是从小的时候，甚至是刚出生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做以扫。一出生的时候，雅各竟然就是抓着以扫的脚出来的耶。可见雅各他的性格从小就有这种比较好胜的心在里面，而且也有可能会不择手段来达到一些自己的目的。那这样子的性格呢，可能小的时候我们看还觉得还好，小 baby 的时候还觉得不怎么样，但是越来越大之后，就发现对整个家的情况影响越来越多。我们从圣经里面发现当这个弟弟雅各长大了之后，他的个性呢比较文静，比较喜欢待在家里，所以他的妈妈就是利百加就比较喜欢这个弟弟雅各。那结果跟雅各相反，他的哥哥以扫呢比较喜欢往外打猎，而且每次打猎回来都会煮一锅很好吃的那个野味的肉汤给爸爸吃。他们的爸爸叫做以撒，以撒呢他就很喜欢吃老大做的这个肉汤，所以他就觉得老大赞很有男子气概，他就比较喜欢以扫。那这样子的差距大了之后，久了就变成家里面妈妈喜欢弟弟，爸爸喜欢哥哥，父母就开始偏心了耶。直到他们已经成年了，甚至是爸爸老了快要过世的时候，他们要预备分家产了。哇，这样子的分别已经越来越严重，他们家里面已经分成了2个派系。爸爸呢想要把家产传给老大，妈妈呢却是用计谋想要让弟弟雅各来继承家产。哇，这就不简单了，爸爸的那些财产要给谁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一天爸爸老了，眼睛也已经看不清楚了，
他就觉得，分家产的时候到了，不然他的身体不行了。所以呢，他打算把家产传给老大，就是以扫。但是，一般在分家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规定说，应该要把大家都叫来啊，有几个证人在场，这样才算数。但没想到，这个爸爸呢，以撒，他觉得，家里面这个氛围，妈妈一定不同意他的，雅各一定不同意他的想法，所以他只偷偷的把以扫叫来，就说想要默默的就把家产分给以扫。但是呢，这样子偷偷摸摸的事情，当然逃不过他的太太利百加的眼睛。利百加呢，就是雅各的妈妈，发现了，就赶快一起出计谋，然后说：雅各，你趁现在，赶快去骗爸爸，煮一碗肉汤。哇，不得了！这个家里面，妈妈还有家里面的小弟，竟然合力要骗爸爸的家产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样的家庭？结果呢，从刚刚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知道雅各和他的妈妈的计谋有没有成功？有，对不对？雅各套上了羊毛，然后让爸爸闻一闻，摸一摸，又端上了一碗肉汤。爸爸就以为，这真的是哥哥来他的面前。那这样用欺骗还有计谋来获得家产的结果，虽然初步看来是成功了，但最后却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，那就是哥哥以扫因此开始怨恨弟弟雅各，甚至气到想要把弟弟杀了。哇，我们怎么会有想到这样子的事情？兄弟两人反目成仇，妈妈和爸爸看，哇，这个状况不对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的小儿子就要被杀死了。所以赶快叫小儿子雅各说：“你现在先不要留在这边，你去你的舅舅那边投靠住一下，先躲过哥哥这一阵子想要杀你的那个心。”于是他们就叫弟弟赶快打包米给他宽宽的，然后就连夜出走，逃去他们的亲戚家。哇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算真的不如天算。利百加还有雅各花了那么多的心思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最后却导致雅各他这样子的一个男生，必须在外面孤苦伶仃的流浪，去投靠不熟悉的亲戚。雅各呢，他又很害怕他的哥哥一追上来就要把他给杀了，所以他边走边躲边藏。到了晚上好累哦，实在累得受不了了，他就在一堆石头堆中找了一块石头当枕头，然后就躺下睡觉了。没想到在这个孤单又难过又没有办法回家的晚上，上帝竟然在雅各的梦里出现了耶！他就在梦里出现，跟雅各说：“雅各，雅各，我是你爷爷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是你爸爸以撒的上帝。你在这边不要怕，因为我会跟你同在，我必然会让你有你自己的产业，有你自己的孩子后裔，子子孙孙。而且有一天，我要再带你回到你原本的家。”哇！所以上帝就这样讲了这样的话来安慰雅各。那雅各早上起来就惊醒，吓一跳。他想说：“哇，在这个旷野没有人的地方，他竟然不知道上帝跟他同在。”他觉得好惊讶哦。他就赶快在那个地方立了一块石头，然后在那个石头面前跟上帝祷告。我们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雅各这个人呢，他虽然从小在信上帝的家里面长
大。但是呢，他又爱说谎，又爱计较，直到他这一天被赶出家门，在旷野很难过的时候，他才第一次认识到，上帝是真的跟他同在耶。然后他也才第一次觉得，他可以来跟上帝祷告。但是像这样子一个刚认识上帝的人呢，他的祷告还是很没有信心的。他跟上帝祷告什么呢？他竟然说：上帝，如果你是真的跟我同在，那你是我能够吃饱，你是我有穿的，然后你还要让我平安的回到我原本的家，这样子我就愿意相信你。所以雅各他就算在梦里看到上帝了，他还没有完全的相信上帝哦。他先跟上帝谈条件，然后说这些都达成了之后，雅各我就会奉献上帝你给我的东西的1/10给你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哇，他这样祷告完之后，他就把上帝抛到脑后了，然后就继续前进往他的舅舅家去。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呢，他的性情没有因为遇到上帝就马上改变。他去到他的舅舅家之后，他的舅舅看到，这个雅各呢，这个年轻人，他又没钱，然后又回不了家，刚好来我这边当一个年轻的工人，好好使用他，这样也还不错。所以雅各就在他的舅舅家当劳工，当了20年。当然过程中他也娶了2个太太，而且生了很多的孩子，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家产。但是这10几20年的过程中，他从以前骗人，接着他在这个家也被他的舅舅骗，因为舅舅说一些本来要给他的东西，后来却没有给他，又谈了一堆条件之后才给他。那20年到了，雅各想说他不能在这个对他不公平的地方待太久，于是他准备要回他的老家。他一样呢，都是计划好，用计谋，趁着他的舅舅不在的时候，就带着他自己所有的财产啊，然后一堆人就这样离开他舅舅的地方了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舅舅，他当然就不开心了，他也带了一群人马，就去追雅各，要把他追回来，要把他抓回家里继续做工。结果没想到，那个时候上帝出手了，上帝出手，让这个舅舅知道，雅各是上帝保护的人哦，所以他不能随便对雅各动手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就是雅各的舅舅追上他之后，他们一起谈判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和平的达成协议，说好，这边当一个界限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我们以后就不能吵架。上帝就这样子默默的帮助了雅各。但是雅各呢，他还觉得很多事情他还是要靠自己，所以他就继续赶路，继续赶路。没想到他赶路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刚刚从故事书里面听到的，那个想要杀他的哥哥以扫，竟然听说他从远方带了400个壮丁，急速的赶来耶！哇，雅各吓死了。他想到那20年前，他怎么骗了哥哥的一切的东西。他的哥哥不知道还恨不恨他，不知道还想不想杀他。那圣经里面的记录是，雅各他非常的胆小，他就想说，为了要减轻风险，他把他现在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羊，所有的牛，所有的骆驼分2堆，这样子，万一哥哥带着壮丁来杀这一堆的时候，另外一堆就还活着。然后他就分批哦，前面先是动物，后面是他的老婆孩子，然后他自己躲在最后面，他要当最后一个去面对他的哥哥的。所以呢，好，这样子安排好之后，那个晚上他睡不着，然后他非常的害怕。结果没想到那一个晚上，
他的身边竟然出现了一个壮丁，他就和那个壮丁开始摔跤，开始打架。那就这样子打架摔跤好久，到天快要亮的时候，雅各觉得他自己快要赢了，他不能输，他就是一个好胜的人。但没想到这个壮丁看雅各这么好斗，竟然轻轻地摸一下雅各的大腿，雅各的脚马上就瘸了，他就变成走路一跛一跛的瘸子了。雅各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哇，这个壮丁他不是普通的人，他可能就是上帝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。那他那个时候脚受伤，他才赶快在这个壮丁这个神派来的使者面前说，你不要走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祝福我，不然我不让你走。这个使者就赐福给雅各，让他心里有平安。有天早上，雅各他果然不一样了，他虽然脚受伤了，变成瘸子了，但是他的心好像被医治了，因为他知道他这一路上那么努力靠自己，但每次的计划或是筹算，总是有想不到的一些结果，或是甚至有更麻烦的事情发生。他再怎么计划，都没有像上帝一样，手一摸就让人受伤这样子的一个能力。他在这个晚上真实的体会到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，而这样的神是跟他走在一起，而且祝福他的。所以那一天早上一起床，他不害怕了，他莫名的有信心了。他虽然脚受伤，但是却非常的有勇气，就一拐一拐的走到整个他的家族的队伍的最前面，第一个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他看到他的哥哥远远带着400个壮丁走来，他就往前去，然后在他面前下拜7次，跟哥哥说对不起，我把好多的礼物送你，求你原谅我。而这个哥哥呢，以扫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也已经让以扫的心不再怨恨，以扫没有杀他的弟弟，他们2个在那一天就和好了。各位，我们从今天的故事学到了不少事情。我们学到雅各他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他虽然生在一个信上帝的家庭，他就算这样成长，他一开始都还不认识上帝，他还觉得凡事要靠自己。但是呢，上帝没有因为雅各他是那么的不足而放弃他，所以上帝要帮助人，要救人，他不是看人有多好，而是他愿意走在这一个很糟糕甚至很不完美的人身边。雅茹传道跟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一起来学习，当我们看别人，一个人他可能会说谎，他可能很糟糕，他可能很讨人厌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上帝连这样子的人，像雅各一样糟糕的人，他都愿意去帮助，愿意去使用。甚至有的时候，当我们自己就是像雅各一样的人，也喜欢说谎，我们也不要因此觉得上帝会讨厌我。我们需要更深的去跟上帝求上帝啊，你祝福我，你帮助我能够真实的信靠你，你帮助我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中。我相信就算我们是一个这么不完全的人，上帝也有力量像转变雅各一样来转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该面对的事情，比方说说谎。愿今天的故事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从雅各的故事里面听到，雅各他是那么努力的在筹划，在算计，
但是很多时候，人的筹划反而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，甚至是让人很难过的结果。主耶稣，我们从今天的故事里面知道，你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，你的智慧实在是赢过人的智慧。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，能够深深的顺服于你，时常从你那边来得到属天的勇气，来面对我们该面对的一些事情，不逃避，而且能够相信你必赐给我们平安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时候，邀请我们一起来奉献上帝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也把一切交还给上帝，作为我们对他的感谢还有纪念。定睛在你的柔美，世上一切变难的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柔美，世上一切别暗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在你丰盛的供给中，我们福杯满溢，一无所缺。主啊，孩子在此把微薄的金钱献上，求你悦纳，也求你祝福孩子常保一颗感恩的心，常做你所喜悦的事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，阿们。天父，我要为以下3点来祷告。第一，谢谢主耶稣让疫情可以稳定下来，并于9月1号如期开学。求你保守同学们顺利适应学校生活，认真专注的学习，遵守相关防疫措施，大家都保有健康的身心灵。第二，为教会中身体病痛的弟兄姐妹代祷，特别为主日学学生陈廷恩小朋友，求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赐予怜悯和医治的恩典，让廷恩背部脊椎支架修复开刀一切平安顺利，身体早日康复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三，求主持续保守台疫苗施打顺利，大家都愿意配合遵守相关防疫措施，让疫情持续稳定下来，日渐恢复正常生活，以及受疫情影响的相关产业可以慢慢复苏。以上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诗篇第42篇8节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诗篇第42篇8节。Hello， 主日学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平安！我是秋萍老师，好久不见面喽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好想念活泼可爱的大家们。希望能够快恢复实体的上课，我们就可以见面喽。你们是不是也很期待呢？现在是开学季，求天父爸爸保守看顾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。在新的学期里有新的领袖，并赐福平安喜乐的心度过每一天。赐福于你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我们主日学见面喽，拜拜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小幼班的燕芳老师。
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教会的主日学上课，但是因着现在的疫情逐渐的慢慢的缓解，也感谢上帝的保守，让我们现在有多了一些弹性，也让许多的孩子现在可以回到学校上学了。也求主耶稣能够持续的保守每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，也看顾每个孩子的健康，让孩子能够真正的回到正常的学习的生活。也求主耶稣持续的带领，接下来孩子们学习的路程，也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回到教会的主日学上课。